2026年赤馬紅羊年，今年個火勢特別旺盛，火來克金，所以屬金嘅行業，例如金融、金屬、機械咁，今年嘅變動同埋衝擊咧係特別明顯。另外，火旺之年，無論你喺屋企定係辦公室，你都要特別注意消防安全，慎防火災。尤其是犯太歲嘅3個生肖，屬鼠沖太歲、屬牛害太歲、屬兔破太歲，佢個運勢咧好容易會有變動，需要格外留神，盡量避免以下嘅事情。第一就係太歲宜靜不宜動，例如結婚、搬屋、創業、重大嘅投資或者簽合約呢一啲重要嘅事情，你做咗都好咧，你都會事與願違。尤其是高風險嘅投資，萬萬不能啊！嗱，如果牽涉到要去搬屋同埋向外發展，今年咧一定要記住唔好向南方發展，以免咧加劇呢個氣場嘅衝擊。第二咧，千祈唔好做擔保同埋借出大額嘅金錢，以免咧人財兩空，同埋咧管理好自己嘅情緒，避免咧捲入一啲是非與人發生衝突。其實大家唔使咁擔心，如果你想咁精準咁趨吉避凶，其實咧查命盤咧可以計算出太歲咧喺邊月同邊日影響緊你嘅，佢大約咧只係影響你4個月嘅啫。咁其餘嘅日子，只要你謹慎行事，都可以平安大吉。如果大家都想知道太歲究竟喺邊月同邊日影響緊你，記得分享同埋留言查流年命盤，老師會協助大家。記得 WhatsApp 我啦。